今日正道嘅題目係完美服從，有大綱和大力量。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第4章全章。馬太福音第4章，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，受魔鬼的試探。他禁食40晝夜，後來就餓了。那試探人的進前來，對他說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。耶穌卻回答說：經上記着說，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，叫他站在殿頂上，餅原文作刺，對他說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跳下去吧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。耶穌對他說：經上又記着說，不可試探主你的神。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，對他說：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。耶穌說：撒旦退去吧。撒旦就是抵擋的意思，乃魔鬼的別名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當拜主你的神，單要侍奉他。於是魔鬼離了耶穌，有天使來侍候他。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後又離開拿撒勒，往迦百農去，就住在那裏。那地方靠海，有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。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，說：西布倫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約旦河外，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，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着他們。從那時候，耶穌就傳起道來，說：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。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，看見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裏撒網。他們本是打魚的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。他們就立刻捨了網，跟從了他。從那裏往前走，又看見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他兄弟約翰，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，在船上補網。耶穌就招呼他們，他們立刻捨了船，別了父親，跟從了耶穌。耶穌走遍加利利，在各會堂裏教訓人，傳天國的福音，醫治各樣百姓各樣的病症。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。那裏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樣疾病、各樣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癲癇的、癱瘓的，都帶了來。耶穌就治好了他們。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猶太、約旦河外來跟着他。我哋讀經到此完畢，將以下嘅時間交俾林牧師。因為平安從父神並基督耶穌裏歸俾使徒教會嘅每一個聖徒，讓我哋做個低頭祈禱。
親愛天父，我哋今日仍然有生命氣息，仍然可以嚟到你嘅腳前坦然無懼嘅，嚟向你哋求恩典、蒙憐恤，作隨時嘅幫助。你話天係你嘅座位，地係你嘅腳凳，我哋學瑪利亞一樣嚟到你嘅腳前，聆聽你向我哋所講嘅說話。每一次你嘅僕人開口講解，用純正嘅靈奶嚟餵養你自己嘅眾兒女嘅時候，求主耶穌基督嘅神，即係榮耀嘅父，將那賜人智慧、聰明嘅靈、謀略能力嘅靈、知識敬畏耶和華嘅靈，仲有啟示施恩懇求嘅靈，賞賜俾講嘅同聽嘅眾弟兄姊妹，讓我哋真知道主你自己，亦都照明我哋心中嘅眼睛，讓我哋知道你對我哋嘅恩召係俾我哋有何等嘅指望。第二，讓我哋知道你在聖徒身上要得嘅基業係何等豐盛嘅榮耀。第三，讓我哋知道你在聖徒身上所顯嘅能力係何等嘅浩大。垂聽你伴我禱告，奉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。阿們。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都睇過呢個嘅馬太福音，睇過好多次。睇過好多次，係咪一定明白呢個作者所寫嘅話呢？不一定，係完全在乎你心裏邊有多少神嘅說話。我現在去嘗試去睇三方面。第一，耶穌基督一生由開始到結束，係完完全全順服天父嘅旨意，係留下榜樣俾每一個跟從佢嘅人。我再講，耶穌基督口所講嘅說話，手所作嘅工，所行嘅道路，完完全全係遵行天父嘅旨意。第一個目的係要人認識佢係神所差遣你嘅。第二，要人知道佢係留下榜樣，叫我哋跟從佢。彼得到年老先知道耶穌係留下榜樣，要人跟從佢。彼得係個後知後覺嘅人，保羅一早出嚟侍奉，已經知道耶穌基督所講所做嘅係留下榜樣，叫人跟從佢。保羅寫哥林多前書同加拉太書呢兩本書，係佢早期嘅侍奉就開始寫。林前11章第1節，佢叫我哋效法保羅嘅榜樣，因為保羅效法耶穌基督嘅榜樣。一個弟兄或者姊妹睇4福音，如果冇睇保羅所寫嘅13本書，佢睇完4福音，佢都唔知佢講啲咩嘢。因為主嘅心意係要保羅同埋馬太呢兩個係文士受教在天國嘅門徒，佢能夠將新舊嘅東西攞出嚟俾我哋睇。一個傳道人明白舊約又明白新約，將呢兩樣都攞出嚟俾你睇，你係知道耶穌基督嚟到呢個地上。喺下個星期第5章馬太福音，唔係佢嚟廢掉律法同埋先知所講嘅，係成全。所以唔係好多人明白佢所講嘅說話，好多人都係糊裡糊塗。所以我嘗試每一個星期日，我過1小時零15分鐘，我好高興有1小時零15分鐘
嚟講呢個馬太福音，每次講一章，成章嘅俾你睇，等你睇到呢個大嘅圖畫，知道你學到啲咩功課。第一，完完全全順服神，係每一個神嘅兒子應該要做嘅事情。你就寫低第8章約翰福音，好多法利賽人、猶太人稱自己為猶太人，佢唔係猶太人，佢係毀謗人，佢說謊嘅撒旦一會。好多人話佢自己係亞伯拉罕嘅子孫，耶穌話你唔係亞伯拉罕嘅子孫。如果你係亞伯拉罕嘅子孫，你做亞伯拉罕所做，意思即係話呢班人嚟到教會聽到，唔係去做，唔係去行道，佢係聽聽而已，佢喜歡就做，喜歡就做。呢啲人仲未得救，佢仲未真真正正認識神。求神幫助我哋，耶穌基督嘅完全順服，係留下榜樣，叫我哋效法佢。無論佢去邊度，無論佢做啲咩嘢，係神要佢做。無論佢講什麼嘅道，神要佢講。你有呢啲嘅榜樣，你知道我哋嘅言語、我哋嘅行為，我哋要小心。將來神會用我哋嘅閒言閒語嚟審判我哋，亦都按住我哋口裏邊所講神嘅說話，做神嘅工作嚟賞賜我哋，讓我哋有呢個概念喺個心裏邊。我哋睇下完全嘅順服，第4章第1節，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，佢去到曠野唔係自己嘅意思，係被聖靈引佢去到曠野。4章第1節嘅地方，你寫4章第12節。耶穌聽見約翰下咗監，耶穌冇去到監獄嚟探佢，耶穌冇用神嘅說話嚟安慰佢，耶穌反而退到加利利，後又離開拿撒勒，然後往迦百農去，就住在那裡。那個地方靠海，那個地方係在西布倫同拿弗他利嘅邊界上。佢去呢個地方係要應驗先知以賽亞所說嘅話。我再講，你喺4章第1節，你寫4章12節至14節。4章第1節，耶穌基督走嘅道路係有聖靈嘅帶領。第二，耶穌基督走嘅道路係有先知嘅預言。好多人走自己中意走嘅道路，然後後來佢會後悔，工作唔順利，道路唔亨通。耶穌基督完全順服兩件事情。第一，順服聖靈嘅帶領。第二，順服神嘅指引，神嘅話語嘅指引，透過以賽亞先知嘅預言。哪裏啊？就係以賽亞書第9章第1、第2節。換句說話，耶穌基督係神所差嚟嘅，佢唔單止口傳神嘅道，單止有聖靈嘅充滿，佢仲係行神嘅道。神要佢出現嘅時候，第一次嘅出現係用大光嘅出現，出現嘅時候係喺加利利嘅地方，佢就係做神要佢做嘅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你記住我講呢句說話，你喺第4章12節聽見約翰下咗監，
冇去探佢，冇去安慰佢。去到11章嘅時候，馬太福音，施洗約翰就跌倒，佢唔知道呢個主啊，去嘅地方，做嘅事情，講嘅說話，係天父要佢講，點樣講，幾時講，做啲咩嘢，去邊度，去讓人認識佢，認識佢就係基督，有聖靈嘅充滿，認識佢就係神嘅兒子，完全順服天父嘅旨意。神要求佢嘅兒女聽神嘅說話，耶穌就留下呢個榜樣，完順服去神要佢去嘅地方，都仲未開始嚟講道嘅時候，就去到曠野。邊個帶領佢啊？係聖靈帶領佢。去到12節，邊個帶領佢啊？12至14節係神嘅說話帶領佢。神藉咗以賽亞預言，所以佢係明白以賽亞書第9章所講嘅說話係指住佢嘅說話嚟講。我哋好多時睇聖經啊，沒有腦筋，唔知道聖靈向眾教會所說嘅話，凡有耳就要聽。耶穌基督嘅耳朵係認得出神嘅說話，神講嘅佢就做，魔鬼講嘅佢唔做。佢係一個極大有智慧嘅人，呢啲嘅榜樣係留俾你，留俾我，係要學習嘅。我聽過呢篇道好多啦，我從來冇聽過馬太福音傳道人係將第4章全章嚟同我講，我冇聽過。所以我要做神要我做嘅事情。每個弟兄姊妹未必睇舊約聖經，但係睇馬太福音睇過好多次，聽傳道人講道都聽過好多次，這裏一點那裏一點，但係唔識得合埋一齊嚟睇。我嘗試將整本聖經合埋一齊嚟睇，睇下你今日聽到嘅時候有冇亮光。第4章第1節，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導曠野，受魔鬼嘅試探。耶穌基督係預先知道，佢未侍奉之前，要俾全世界嘅人知道，神差佢兒子嚟，呢個兒子係勝過魔鬼一切嘅試探。我再講喺啟示錄裏邊，約翰記載7個教會，要7個教會嘅使者做一個得勝嘅人。首先主任牧師要得勝，然後嗰班會眾係要得勝，唔好做個失敗者。得勝嘅人，第一有聖靈嘅帶領。如果你冇聖靈嘅充滿，你點知佢帶領你呢？如果你冇神話語嘅充滿，你點知你要去到加利利呢？你點知你要做呢件事情呢？點解佢記載話施洗約翰下了監？點解佢唔去探佢呢？神冇叫佢去探佢啊，因為神叫施洗約翰講一句說話，第3章30節約翰福音，耶穌基督必定興旺，我必定卑微。佢有聖靈講咗呢句說話，佢自己冇做啊，佢跌倒。有聖靈充滿可以講神嘅說話，講完咗之後你要做，他必定興旺。耶穌基督只知道自己有3年半嘅時間出嚟侍奉，時候唔係好多，佢把握呢個機會嚟造就呢啲嘅門徒，以至佢離世嘅時候，呢班人可以接棒。保羅都係傳呢啲咁嘅道。
寫俾提摩太。一個人有啟示嘅靈嘅時候，佢講嘅說話同主所講嘅說話係一模一樣。再睇點解佢要受魔鬼嘅試探？有3次嘅試探，佢叫人得勝，佢自己得勝俾我哋睇。佢點樣得勝啊？好幾件事情使佢得勝。第一，佢唔體貼肉體，佢40天40嘅晝夜禁食，佢禁食就係禱告，呢樣嘢係使佢得勝。佢唔單止受洗，從水裏上嚟嘅時候有聖靈嘅充滿住喺佢裏邊，而神就同佢說：這是我個愛子，我所喜悅。因為佢去嘅地方講嘅嘢、做嘅東西，全部係神要佢做嘅。神冇叫佢做，佢唔做嘅；神冇叫佢講，佢唔講嘅。好討神喜歡，要勝過惡者，要禁食。耶穌上咗山，落咗山，講咗8福之後，有3個門徒同佢一齊去：約翰、彼得、雅各。其他9個使徒問：點解有啲鬼我趕唔到嘅？點解你可以趕到我趕唔到啊？耶穌話：你冇禁食，所以呢個禁食仲係40晝夜，而且有聖靈嘅充滿，有神嘅同在，所以佢勝過那惡者。第一，第二，有聖靈嘅充滿，有聖靈嘅帶領。第三，喺約翰福音，如果你睇馬太福音而冇睇約翰福音，你唔知道耶穌基督說：父在我裏邊，我也在父裏邊。父一切所有嘅都係我嘅，我嘅就係父嘅。即是話父神有嘅能力，主都有呢個能力。父神有嘅忍耐，佢都有忍，主耶穌都有父神嘅忍耐喺佢裏邊。因為佢唔係獨自一個人，佢能夠得勝，佢有聖靈充滿，有神嘅充滿。唔係個個知道嘅，係耶穌知道呢件事情。約翰知道，去約翰1、2、3書，約翰福音佢寫得好清楚，所以我哋知道佢知道。仲有保羅知道，保羅我哋看見我就看見基督。唔係好多人識得講呢啲說話，講都講唔到點做啊！求神幫助我哋啊！耶穌基督嘅得勝，其實即係父神嘅得勝。佢榮耀神，佢完完全全用神嘅大能、智慧、聰明、謀略、能力充滿咗佢。就正如保羅喺哥羅西書，神一切嘅豐盛有形有體嘅住喺基督耶穌裏邊，因為神差遣佢，要佢完成神嘅工作。而耶穌基督差遣我哋，耶穌基督又將佢一切豐盛有形有體嘅放喺我哋嘅身上。你唔依靠耶穌基督俾你嘅能力、智慧、聰明，你點樣侍奉神？你見人唔侍奉你就唔侍奉，你見人侍奉你係侍奉，你都唔知你自己侍奉嘅原因係為什麼，同埋唔知道你需要聖靈嘅充滿，神話語嘅充滿。耶穌基督再說，叫人活着嘅就係靈，肉體係冇益嘅。我對你所說嘅話就係靈，就係生命。耶穌基督係有聖靈充滿，有神嘅道嘅充滿，所以保羅明白呢個道理，叫人追求聖靈充滿，追求神話語嘅充滿。唔單止叫以弗所係咁樣，叫哥羅西嘅教會都係咁樣。我哋要學呢啲嘅說話，追求呢啲大嘅事情，其他你家裏邊其他啲小事，要幫你解決。
先求神嘅國同神嘅義，其他東西你會搞掂。我再睇，除咗佢禁食、禱告、聖靈充滿、神話語嘅充滿，呢啲係使佢嘅德性，而我哋就靠呢啲，亦都係耶穌基督願意去死，藉着死嚟榮耀神，遵行神嘅旨意，成為我哋嘅贖罪祭、挽回祭，拯救咗我哋，叫我哋留下榜樣。你肯去死，你就救到你嘅家人；你唔肯去死，你救唔到你嘅家人。我哋再睇第3節，40晝夜之後，佢就餓咗。好奇妙，呢個聖經記載，佢餓咗40晝夜冇食嘢。聖經記載，摩西喺西乃山，神叫佢上山，佢40晝夜係冇食到嘢嘅。OK， 而聖經冇記載到係摩西餓咗，因為摩西係同神一齊有40天，所以佢能夠聽到神同佢所講嘅說話，將十誡頒下落嚟。聖經記載出埃及記34章28節，摩西在耶和華那裏有40晝夜，也不喝，也不吃飯，也不喝水。耶和華將這約嘅話，就是十誡，寫在2塊法版上，亦吩咐佢俾以色列人。感謝神啦！原來佢耶穌基督40晝夜，馬太記載佢餓咗，係正常嘅，係餓咗，因為佢係有血肉之體。佢餓咗嘅地方，你寫低佢有血肉之體。佢有血肉之體嘅地方，你寫低約翰一書第4章第2節，凡靈認耶穌基督係成了肉身嚟，呢個靈就係出於神。從此你可以認出神嘅靈嚟。耶穌餓咗，即是話佢有血有肉，所以佢餓咗。耶穌基督係血肉之體，係大衛嘅子孫，係瑪利亞所生。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咗之後，按住聖善嘅靈說，保羅話用大能大力叫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。呢個大衛嘅子孫 ，Son of David，Son of God， 成為神嘅兒子。哇！冇保羅講呢啲道，我哋都糊裡糊塗。點解佢有人性有神性，又稱為人嘅兒子，大衛嘅兒子，又稱為神嘅兒子，係完完全全順服神嘅帶領，叫佢講什麼，叫佢做什麼。好，其實我哋要做神嘅工作，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有神嘅食物，有神嘅食物就能夠可以做到神嘅工作。冇神嘅食物，我哋做唔到神嘅工作。我哋再翻去睇，聖經記載呢個耶穌基督40晝夜冇食飯，所以聖經記載佢餓了。
那時候人餓嘅時候，呢個魔鬼就喺呢個時候要打低佢。第3節，那試探人嘅進前嚟對耶穌說：你若果係神嘅兒子，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。意思即係話，好明顯喺第3章，天上有聲音說：這是我個愛子。呢個唔單止係神嘅兒子，仲係神所愛嘅兒子，係神所喜悅嘅兒子。魔鬼係聽見呢個說話，魔鬼聽咗之後好唔高興。OK， 所以咧，因為佢聽咗好唔高興嘅時候，佢就要去試探佢。佢話：如果你真係神嘅兒子，神真係好愛你，神真係喜歡你，點解佢叫你肚餓呢？你可以吩咐呢啲石頭變為食物吧。哇！我哋睇下耶穌基督點樣勝過佢。第一，我講到佢有聖靈嘅充滿，聖靈嘅帶領。第一節。第二，我講到佢有禁食，佢冇體貼肉體嘅，體貼聖靈。第三，佢有神話語嘅充滿。耶穌卻回答說：經上記着說，人活着唔係淨係單單依靠食物，乃係靠着神口裏所出一切嘅話。6章63節約翰福音，耶穌基督講啊，叫人活着嘅呢個人就係神嘅兒子啊！叫人活着，叫神嘅兒子活着，乃係靈，靈能夠叫神嘅兒子活着。我對你所說嘅話就係靈，就係生命。冇神嘅說話，冇靈，呢個人係死嘅人。所以耶穌說，用申命記第8章第3節嚟講出嚟，在申命記第8章第3節，一個人活着唔係單靠食物，係靠神口裏所出一切嘅話。主耶穌亦都講4章34節，我嘅食物就係遵行差我來者嘅旨意，並且作成神嘅工。我繼續去食呢啲食物，維持我嘅生命，就係遵行神嘅旨意，同埋仲要作成勤嘅工。有些人遵行神嘅旨意，1-2個旨意就離開咗神，冇完成神嘅工作。耶穌基督唔單止開始嘅時依靠聖靈，結束嘅時候都係依靠聖靈。開始嘅時候依靠神嘅說話，結束嘅時候都係依靠神嘅說話。所以神係好愛耶穌基督，佢明白點樣可以得勝，仲留下榜樣俾我哋效法佢個榜樣，以致我哋能夠唔係做個失敗嘅人，係做個得勝嘅人。唔係話神嘅兒子唔會餓啫。摩西係神嘅兒子啊！喺西乃山40晝夜冇吃飯冇喝水，我講吃飯即係吃麵包 bread， 冇喝水，但冇死到，因為神嘅靈，神嘅說話係叫佢活着。所以呢個出埃及記所講嘅說話，同耶穌所講嘅說話喺馬太第4章第4節，同埋喺呢個約翰福音6章63節，都係一模一樣。3章34節亦都係咁樣。耶穌基督係神所差嚟嘅，所以佢傳神嘅道，神賜聖靈俾佢係沒有限量。佢傳神嘅道，唔單止係同百姓講道，佢傳神嘅道係喺魔鬼試探佢嘅時候，
佢傳神嘅道，佢相信神嘅道。神嘅道就係兩刃嘅利劍，係能夠擊打呢個敵擋神嘅魔鬼，敵擋神嘅試探呢個嘅魔鬼，呢個惡者。耶穌基督唔係用人嘅兵器嚟敵擋神，係用神嘅說話，就係聖靈嘅寶劍，能夠勝過呢個魔鬼。佢係留下榜樣俾我哋，我哋感謝神。我哋再去睇，講到餓咗呢件事情，要翻去王上19章。王上19章，睇下神同以利亞講啲咩嘢。佢聽到耶洗別話要攞佢嘅命嘅時候，佢就逃命。耶和華嘅使者第二次嚟拍醒佢，說起嚟吃吧，因為你當走嘅路甚遠。他就起嚟吃了喝了，仗着佢所吃嘅喝嘅，仗着這飲食嘅力量，佢要走40晝夜嘅道路，到神嘅山，吃咗神要佢嘅吃嘅食物，就係聽嘅神嘅說話。佢要走40晝夜嘅道路，即係呢40晝夜，我相信喺曠野亦都係冇嘢食。哇！呢兩個人，一個就係摩西。OK， 你寫低摩西34章，王上19章，以利亞。呢兩個先知喺啟示錄11章被神使用，再一次使用。All right， 呢三個人係得勝嘅。好，我再睇第5節。魔鬼輸咗之後，第一場戰爭輸咗。佢話：如果你係神嘅兒子，唔使挨餓啫，唔使挨餓啊！摩西係咪神嘅兒子啊？以利亞係咪神嘅兒子啊？佢哋都要走40天，係冇嘢食，走到神嘅聖山見神。耶穌亦都係一樣。哇！用神嘅說話，用聖靈嘅充滿，用禱告係能夠勝過呢個魔鬼。仲要禁食嘅禱告，唔好體貼肉體。第二場嘅爭戰，魔鬼就帶耶穌進了聖城，就係耶路撒冷呢個城啦，叫耶穌基督站在殿頂上，就係個次最高嘅地方，就對佢說：你如果係神嘅兒子。佢好唔中意聽見神話，呢個係我嘅兒子，係我所愛嘅，我好喜歡。佢要佢跌倒啊！佢要神唔喜歡佢啊！佢叫神改變主意，唔好愛佢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如果路加22章啊，撒旦要西呢個彼得，西門彼得，要等佢跌倒，一樣要西你嘅耶穌基督，一定要西你同我。唔好以為啊，淨係撒旦試探耶穌啊，唔試探你啊，試探呢個彼得。然後同彼得講，撒旦魔鬼要西你啊，教我為你禱告，免得你失去信心。你堅固咗之後，你堅固其他弟兄姊妹。所以佢寫彼得前書嘅時候，佢話呢個撒旦魔鬼好似遍地遊行嘅獅子，尋找可吞吃嘅。每個基督徒信耶穌嘅人啊，呢個撒旦魔鬼都要吞吃。預備好嚟準備嚟打呢場戰爭啦，穿上神所賜嘅全副軍裝嚟打呢場戰爭，免得打下嘅時俾佢打垮咗。
哇！再講，第一，如果你係神嘅兒子，唔使捱餓㗎，將啲石頭變為麵包，唔使禁食嘅。佢知道禁食唔體貼肉體就能夠得勝㗎，體貼肉體就失敗㗎啦。佢想佢失敗，OK？佢繼續去禁食，繼續去禱告，繼續去依靠神。佢話：如果你係神嘅兒子，你可以跳落嚟啦，可以跳下去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你以為你先識得背得聖經嘅，原來魔鬼都有背聖經嘅，但魔鬼背聖經係一知半解啊，佢引誘你，等你跌倒啊。正如經上記着說嘅地方，你寫詩篇91篇，你睇下呢個魔鬼點樣嚟強解聖經，你睇下耶穌基督點樣嚟用聖經嚟勝過佢。詩篇91篇第9節，耶和華係我嘅避難所，你已經將至高者當作你嘅居所，禍患必不臨到你，災害也不挨近你嘅帳棚。如果耶穌基督耶和華神係你嘅避難所，如果你將至高者耶和華神成為你嘅居所，你住喺佢裏邊，以佢為避難所，禍患唔會臨到你，災害都唔會挨近你嘅帳棚，因為耶和華要為你倚靠佢嘅人，吩咐佢嘅眾使者為單數，吩咐佢嘅眾使者在你行嘅一切道路上，神會叫嗰啲天使喺你行嘅一切道路上保護你。哇！神會叫天使保護你，然後佢哋呢要用手，天使要用手嚟托住你，免得你嘅腳碰在石頭上。然後13節，你要踩在獅子同埋虺蛇嘅身上，你要踐踏少壯獅子同埋大蛇。撒旦魔鬼冇提到13節嘅聖經，91章13節。耶穌基督知道佢隻腳唔能夠係跳從殿頂跳嚟地，跳到咧嗰個腳咧腳骨破碎。佢知道神要用耶穌基督嘅腳踩喺呢個獅子，遍地遊行嘅獅子，尋找可吞吃嘅獅子身上，同埋虺蛇，呢個就古蛇，踩在呢個蛇嘅蛇頭上，等佢死。仲要踐踏少壯嘅獅子同埋大蛇，呢隻古蛇古龍。耶穌基督知道佢隻腳唔能夠斷嘅，腳骨斷咗之後就唔能夠勝過呢個嘅魔鬼，因為義人連一根骨頭都唔能夠斷嘅。耶穌基督知道。仲有呢條聖經佢話，英文聖經係比中文更清楚。佢話 If you make the Most High your dwelling， 如果你倚靠至高者為你嘅居所，就係倚靠耶和華。耶和華係我嘅避難所，你學我一樣倚靠耶和華作你嘅避難所，作你嘅居所。咁樣咧，禍患唔會臨到你，災禍亦都唔會臨近你嘅帳棚。點解咧？因為耶和華神會吩咐佢嘅眾天使關於你，吩咐佢嚟引導你喺每一條道路上引導你。係耶和華嘅使者，耶和華嘅天使引導你。中文冇講到呢句說話，講得唔清楚啊！
嗱，我再講啊，佢話 His angels 唔係 fallen angels，撒旦係墮落嘅天使，係好嘅天使會引導佢啊。His angel 嘅地方，你寫低詩篇103篇，詩篇103篇，聖經佢話第20節，聽從佢命令，成全佢旨意，有大能嘅天使，呢啲天使會引導你，而呢啲天使都要稱頌耶和華。你哋作佢諸軍，作佢僕役，行佢所喜悅嘅，都要稱頌耶和華。你哋一切被佢所做嘅，在佢所治理嘅各處，都要稱頌耶和華。我個心啊，你要稱頌耶和華。係好嘅天使係會引導你。呢個魔鬼係墮落嘅天使，墮落嘅天使冇引導佢，叫佢嘅腳唔會斷啊。墮落嘅天使叫佢試探神，跳落嚟睇下佢保唔保護你啊！哇！耶穌基督明白詩篇91篇，明白103篇，係好嘅天使，讚美神、感謝神嘅天使，佢會點樣啊？指引你。For the Lord himself will command his angel, his good angel, his obedient angel, concerning you, Jesus, to guide you in all your way， 引導你行一條正路，唔係去試探神。仲有啊，我講嘅道係約翰福音講嘅道，係約翰一書講嘅道。主說：父住喺我裏邊，我住喺父裏邊，我係做緊神嘅工作，神係藉着我嘅口講緊神嘅說話，所以我將榮耀歸俾神。耶穌基督都講啦，喺馬太福音第10章，你被交到官府裏邊，人哋審問你，你唔使驚點樣講啊。那時候天父會將聖靈要多講嘅說話，佢放喺你嘅口度，你就講就得噶啦。我講個道啊，我常常去思想我所睇嘅聖經，然後神就將啟示嘅靈賞賜咗俾我，然後我就講神要我講嘅道，等你認得出神嘅聲音。哇！唔係所有天使引導你都係啱嘅，要係得勝嘅天使、順命嘅天使，佢會引導你走神嘅道路。墮落嘅天使叫你跳落嚟去試探神，睇下神保唔保護你。仲有啊，耶穌基督講個道，耶穌基督所做嘅嘢係留下榜樣啊。如果佢跳下落嚟，我哋就大件事啦。好多人就會跳樓啊！你試下嗱，耶穌基督跳落嚟都冇問題，你一跳落嚟睇下佢似唔似保護你，保唔保護你隻腳？明白嗎？耶穌基督為咗我哋軟弱嘅人，佢唔肯去跳下落嚟啊！因為佢叫佢效法我個榜樣啊！哇！唔好試探我個主，我個神。呢啲嘅急才，呢啲講嘅說話，如果神冇住喺佢裏邊，所以聖經歌羅西書說第2章，神嘅神聖嘅 divine nature 係有形有體嘅，住喺豐豐富住喺耶穌基督裏邊，你睇到嘅，你睇到嘅。佢講嘅說話就係神嘅說話，神要佢講。佢係有神嘅靈，係充滿神嘅謀略、神嘅智慧、神嘅能力。哇！好感謝神。耶穌基督保守住佢自己隻腳，唔去跳下落嚟。因為耶穌對呢個嘅魔鬼講，經上又記着說，就係申命記6章16節，唔可以試探主你嘅神啊！因為佢試嘅時候，而且你講呢句說話唔係好嘅天使講嘅，
It's not his angel, his good angel， 係讚美神嘅天使。讚美神嘅天使唔會講呢啲說話嘅，係墮落嘅天使，佢自己墮落，佢唔完全順服神，佢要你唔好順服神。其實呢啲說話，呢個古蛇講嘅說話，就係引誘呢個犯罪嘅夏娃一模一樣。夏娃係一個糊裡糊塗嘅人，佢要攞佢丈夫嘅主權，去替佢丈夫出口講說話，害死自己嘅丈夫。創世記第3章第1節，耶和華所做嘅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嘅活物更狡猾。蛇對女人說：神豈是真說，唔許你哋吃園中所有樹上嘅果子嗎？講呢句說話，睇佢明幾多聖經。女人就對蛇說：園中樹上嘅果子我哋可以吃，唯有園當中那果樹上嘅果子，神曾經說你唔可以吃，亦都唔可以摸，免得你死。神只係話你唔可以吃，冇話你唔可以摸啊。所以呢個嘅姊妹佢加添聖經，好似呢個撒旦魔鬼強解呢個詩篇91篇，係好嘅使者會引導你走行神嘅道路，你按住好嘅使者嘅引導，咁樣佢會保護你，佢會伸隻手嚟托住你嘅腳，叫你嘅腳唔會碰喺石頭。但係墮落嘅天使叫佢跳下落嚟，呢個唔係好嘅天使叫佢，係敵擋神嘅天使叫佢。耶穌基督知道，亦都知道佢嘅腳骨唔能夠斷嘅，佢大腿骨亦都唔能夠斷嘅。所以羅馬兵丁打你嘅強盜，一個左一個右，冇打到耶穌啊，一個骨唔能夠斷嘅。哇！所以詩篇35篇講，我個神啊，我整個身上個骨頭都要讚美你啊，因為我一根嘅骨頭都冇斷到啊，因為我死咗啦嘛，我點樣保護我自己嘅骨頭啊？你感動呢啲羅馬兵丁，碰都唔碰我嘅腳骨啊，係用肋旁嚟刺我，按住撒迦利亞書第10章12節所講，有水同血就流出嚟。哇！感謝神，呢個夏娃一知半解，唔可以吃又唔可以摸，冇話唔可以摸啊。前度邊度講啊？16節，園中各樣樹嘅果子你可以隨意吃。16節，2章12節，2章16節，創世記，只是分辨善惡樹上嘅果子你唔可以吃，因為你吃嘅日子必定死。冇話唔可以摸啊！蛇知道佢對聖經唔認識嘅時候，就引誘佢咯。你哋不一定死噶，因為神知道啊，你吃嘅日子就係眼睛明亮，你哋便好似神一樣知道善惡。食咗之後使你有智慧啊，可以分辨是非，知道善惡噶。哇！佢睇到即係話，即係好明顯，即係神唔想我有分辨是非嘅能力咯。佢留下啲好處冇俾我咯，所以呢個神唔好咯，所以唔使聽佢講咯。於是女人見到那果樹個果子好作食物，又悅人眼目，而且可喜愛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嚟摸下佢都冇事。摘下嚟摸咗之後就吃啦，單止自己吃，叫個老公一齊吃。所以保羅寫提摩太前書嘅時候，犯罪唔係男人先犯罪，係女人先犯罪。佢要帶頭，但自己唔識聖經嘅要帶頭。耶穌基督帶頭，但耶穌基督係識聖經。感謝神，我哋再睇第二場戰爭，第二場嘅試探，由魔鬼有失敗，耶穌有得勝。第3場啦，第8節，魔鬼又帶住耶穌上了一座最高嘅山，
就將世上嘅所有嘅國家，唔係萬國，所有嘅國家同埋所有國家嘅榮華，都指俾耶穌睇，跟住對耶穌說：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這一切都賜俾你。點解佢講呢句說話？因為佢自己有睇過詩篇嘅詩篇第2篇，神同耶穌基督說，2章第6節，我已經立咗我嘅君耶穌基督在錫安山，在錫安我嘅聖山上立佢為君王。受膏者說，就係耶穌基督說，我要傳聖子，傳神嘅道。耶和華曾對我說，你係我嘅兒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，地極俾你為田產。佢知道耶穌基督得到所有國家嘅基業同埋田產、榮華富貴，佢係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。神要佢求佢，但魔鬼要佢，你拜我啦，我就俾你。所以佢同魔鬼講，佢話撒旦敵擋神嘅呢個魔鬼，去吧。在第4章第10節嘅地方，你寫16章23節，撒旦有時直接用佢嘅口嚟引誘你。喺馬太16章23節，就藉着彼得嘅口嚟引誘耶穌，叫耶穌基督體貼肉體。你萬萬唔可以死，你唔可以死嘅。所以耶穌基督叫彼得，撒旦退我後邊去。現在耶穌對撒旦說，退去吧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如果你要承受萬國所有國家同埋所有國家嘅榮耀，你要做咗神要你做嘅嘢，而係你向神嚟祈禱，你就能夠承受。好似馬拿西有5個女兒承受產業，係藉着禱告嚟祈求。難道我爸爸冇仔，我係女，咁我唔能夠承受啊？當然可以承受啦。你做咗神要你做嘅嘢，你可以承受神俾你嘅產業。聖靈，神俾聖靈你，就係你承受產業嘅憑據。當拜主你嘅神，單單侍奉佢，唔係拜你啊！所以呢場戰爭，撒旦係輸咗，因為耶穌基督有聖靈嘅充滿，神話嘅充滿，有神嘅內住，係做緊神嘅工，係榮耀神。所以神話呢個係我嘅愛子，我所喜悅，係有前因後果。經過呢個試探，就俾全世界人知道，神講呢句說話係有原因嘅，佢真係討神喜歡，真係榮耀神。然後耶穌留下榜樣，叫你同我係有耶穌靈嘅充滿。我再講，打開歌羅西書第2章，歌羅西書第2章第9節，因為神嘅本性，一切嘅豐盛係有形有體住喺基督耶穌裏，所以你寫低馬太第4章，耶穌基督點樣得勝，勝過魔鬼，因為神住喺個裏邊。你想勝過魔鬼？第10節，你哋在基督耶穌裏也得着呢個豐盛。神點樣將佢嘅神性、神能、權柄、力量完完全全俾晒耶穌基督？因為佢差遣耶穌基督作神嘅工作，耶穌基督差遣你係作神嘅工作，耶穌基督係將佢所有嘅權柄能力嚟俾你。呢個道理係不變嘅。呢個撒旦魔鬼啊，叫呢個敵基督作魔鬼嘅工作，呢個魔鬼啊將所有嘅權柄俾咗呢個敵基督。喺啟示錄講，哇！呢個約翰好了不起，佢個講道你唔去睇啊，你其他聖經你都噏。
一無所知啊。OK， 哇，好寶貴，我真係感謝神。OK， 聽禱告，耶穌基督完完全全有聖靈嘅充滿，所以咧，於是咧，魔鬼被打敗咗之後，離開耶穌，然後有天使，唔係單數係眾數，有眾天使嚟侍候耶穌基督。哇！感謝神。跟住我再講，哇！呢個題目係咩話？完完全全順服神，就帶來乜嘢啊？有大光，就帶來咩嘢啊？有大嘅能力。呢個就睇大光。我再講，你想為主發光，唔好做自己嘅工作㗎。你要知道主同你講啲咩嘢，你要當把基督耶穌嘅道理豐豐存喺心裏邊。你醒嚟嘅時候啊，佢會指引你個道路；你睡着佢會保護你；你睡醒佢會用你所背嘅聖經同你談論，解釋俾你聽，等你能夠明白。我背咗聖經，我先明白啊！哦，原來神在夢中同我說話，我醒佢嚟同我說話，我經歷呢啲事情啊！哇，感謝主！你唔背聖經，你冇呢啲嘅經歷噶。我再睇佢得勝，唔係淨係有聖靈充滿，佢得勝係有神嘅說話嚟控制佢，所以佢發出大光。耶穌聽見施洗約翰下咗監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唔係自己喜歡嘅地方，佢就去。後來又離開拿撒勒，跟住咧往迦百農，就住在迦百農。而迦百農呢個地方咧，靠海，在西布倫同拿弗他利嘅邊界。呢個海就係加利利海，唔係地中海啊。在西布倫同拿弗他利嘅邊界，耶穌去呢個地方，唔係佢自己嘅心意，係主嘅心意。為咗要應驗先知以賽亞書，在以賽亞書第9章第1、第2節預言，有大光喺加利利發出嚟。哇！以賽亞先知說什麼？西布倫地啊，拿弗他利地啊，就是沿海嘅路啊，約旦河外啊，外邦人嘅加利利地啊，在那裏，在黑暗中嘅百姓看見了大光。呢個地方係羞辱嘅地方，呢個係榮耀嘅地方，呢個地方以前係黑暗嘅地方，呢家看見大光。如果耶穌佢都冇去到嗰度，咁嗰啲人睇以賽亞書第9章都唔知佢講啲咩嘢。呢家佢明白啦。等我再講啊。4章12節，耶穌基督聽見約翰施洗約翰下咗監，意思即係話耶穌基督洗咗禮之後，耶穌基督洗禮嘅時候係30歲，佢知道自己只係得3年半嘅侍奉。施洗約翰下咗監，咁即係話唔係好多時間咯。佢早佢6個月出嚟侍奉，咁跟住佢知道佢第一次嚟係大光，第二次嚟就係以賽亞書60章，第一次嚟係第9章係大光，就係世界嘅光。第二次嚟就係黑暗災，以賽亞書60章。呢兩個光係唔同嘅時候，係預表兩個不同嘅時刻。所以我哋睇新約又睇舊約，你就睇通晒。可以再睇呢啲人喺黑暗中睇見大光，呢啲人坐在死蔭之地嘅人有光發現照着佢哋。哇！然後從那時候，耶穌就傳起道嚟。耶穌傳道
係在施洗約翰同佢洗咗禮之後，仲要向全世界嚟宣告呢個係神嘅兒子，係得勝嘅。嗱，我再講喺第一章嘅時候講到佢出生係喺伯利恆，然後咧到要殺耶穌嘅皇帝死咗之後，佢就翻嚟拿撒勒，翻嚟加利利嘅地方，然後喺呢個地方就發出佢嘅榮光。其實佢受魔鬼試探嘅時候，已經發出3次嘅大光，3次嘅得勝，係勝過呢個黑暗嘅惡者，呢個撒旦。好似摩西40晝夜喺神嘅聖山上個面係發光，耶穌基督也是一樣，但聖經冇記載。其實呢個魔鬼聽到耶穌基督講嘅道，知道呢個人真係神所喜悅，真係神所愛嘅兒子，所以冇辦法，冇用其他方法嚟試到佢，所以就試探佢啲門徒，就係咁樣。哇！所以從那時候，耶穌就傳起道嚟，講個道同施洗約翰所講嘅一模一樣，天國近啦，應當悔改。馬太第4章、馬太第3章都講天國近啦，應當悔改。啟示錄第2章、第3章亦都係講每個教會都要悔改。你唔悔改，你係個失敗嘅人；你悔改，你係個得勝嘅人。哇！睇下佢耶穌基督被聖靈帶領，被以賽亞先知嘅預言，就係神嘅說話嘅帶領，去到神要佢去嘅地方，就係外邦人嘅地方，就係外邦人嘅加利利。15節呢度係黑暗嘅地方，係羞辱嘅地方。後來見到大光有榮耀，點解有榮耀啊？耶穌呢啲門徒大部分喺加利利出嚟嘅，所以呢啲人係接棒人啊！呢啲人亦都成為大光。去到第5章嘅時候，同佢講：我係世界光，你哋都要做世界嘅光啊！我留下榜樣俾你學嘢啊，要你。所以耶穌在加利利嘅海邊行走，看見兄弟2個人，就係稱為彼得嘅西門同埋佢嘅兄弟安德烈。好明顯呢件事嘅發生係喺約翰福音嘅第1章之後，因為安德烈話俾哥哥聽，我哋見到摩西所講呢個彌賽亞啦，所以彼得啊、安德烈啊知道基督係彌賽亞，係大衛嘅子孫，所以佢呼召即刻跟從，唔再做漁夫，做傳道人，得人如得魚。哦，耶穌在加利利嘅地方發光嘅時候，就加利利嘅地方呼召2個嘅門徒，彼得同安德烈2兄弟。佢哋2兄弟在海裏邊撒網，他們本是打魚嘅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哋得人如得魚一樣。呢2兄弟立刻捨了網，就跟從了他。我以前初睇聖經嘅時候，我話如果你個主係基督，係大能嘅神，如果佢呼召我，我願意去做傳道人。佢3次嘅呼召，第3次佢話你唔好再呃我，你話去又冇去。信主3年之後呼召，第6年呼召，第9年我就去紐約讀神學。哇！立刻放下工作，捨了網就跟從佢。31節，從那裡往前走，
又看見兄弟兩個人，就係西比泰嘅兒子雅各同佢兄弟約翰。雅各係哥哥，約翰係弟弟。佢兩兄弟同佢父親西比泰喺船上補網，彼得同安德烈係撒網。佢兩個係補網，單止做漁夫要撒網，仲要補網。但係信主咗之後，要有人喺教會裏邊叫佢唔好流失，唔好離開去犯罪，唔好去得罪神。耶穌就招呼呢兩兄弟，呢兩兄弟就立刻捨了船，別了自己嘅父親，跟從了耶穌。我覺得呢個大綱，呢啲嘅能力，呢啲嘅榮耀，感動咗呢四個嘅人，係願意跟從。呢四個人嘅生命就被神改變，被神使用。3年半嘅時候，嚟跟從呢個耶穌基督，以至我哋睇見佢嘅生命嘅改變。跟住再講，耶穌走遍咗加利利，圈住去啦。第一次嘅加利利，4章15節，外邦人嘅加利利地。第一次係12節，嚟了，聽見施洗約翰下了監，就退到加利利，亦跟住去到迦百農，跟住西布倫、拿弗他利嘅地方，就係神要指示佢去嘅地方，要佢喺嗰度作世界嘅光，吸引人嚟跟從佢，嚟做傳道人。跟住再講23節，耶穌走遍加利利，在呢個地方嚟發光，在各會堂裏教訓人，傳講天國嘅福音，然後醫治百姓各樣嘅病症。他嘅名聲，耶穌基督嘅名聲就傳遍咗敘利亞。佢嘅名聲唔係猶太人，唔係管會堂嘅人，唔係祭司長、文士、撒都該人，俾佢喺會堂裏邊，俾佢喺聖殿裏邊講道。佢係加利利嘅地方，係北邊嘅地方，係外邦人嘅地方嚟講道。你唔願意聽，唔俾佢講，你以為佢喺冇地方講道啊？北邊嘅人，外邦人信耶穌啊！北邊嘅人，嗰啲人有病，全部得咗醫治啊！我再講啊，當時嗰啲人冇病，嗰啲人反而有禍啊！點解啊？佢冇病又有錢，佢使乜要耶穌醫治啫？我使乜信佢啫？我又住得好，又食得好，好似19章馬太福音。呢個財主離開耶穌基督，憂憂愁愁離開，佢又冇病又冇痛又冇需要，但好多錢。呢個人落地獄嘅朋友，反而有病嘅人得咗醫治嘅人，呢啲人跟從耶穌。所以唔好覺得自己有病係好苦啊！原來我哋冇病嘅時候，我哋驕傲啊，離開神啊！我哋有病嘅時候，跪喺神面前認罪悔改回轉歸向神，經歷神嘅恩典。神藉着困苦救拔困苦人，趁住佢受欺壓，開通佢嘅耳朵，叫佢能夠聽到神嘅道，回轉，唔好做個失敗嘅人，做個得勝嘅人。我為呢啲有病嘅人嚟感謝神，因為耶穌傳天國嘅福音，進天國仲要好長嘅時間，但係你現在有病，現在得着醫治，你立刻經歷佢醫治百姓各樣嘅病症，寫低去啦。
佢呢個嘅權柄、能力、榮耀落咗山之後，去到第10章馬太福音，佢將呢個權柄、能力係俾咗12個使徒。跟住去到最後嗰章28章，佢話你唔好淨係傳福音俾猶太人啦，你哋要去，使到全世界人都成為我嘅門徒啊！向全世界人嚟傳福音啊！仲奉聖父聖子嘅名嚟為佢哋施洗啊！凡我所吩咐你都要教訓佢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同在啊！福音第10章係先傳俾猶太人，28章係傳俾全世界嘅人。但係佢嘅侍奉開始嘅時候，你唔俾佢機會喺聖殿嚟講道，去加利利嘅地方嚟講道，醫治呢啲嘅病，等佢哋周圍去傳。哇！呢個係基督嚟噶，好大嘅能力啊！他嘅名聲，因為佢醫治百姓各樣嘅病症啊嘛。耶穌基督嘅名聲所發嘅光，所顯出嘅榮耀能力，傳遍咗敘利亞。敘利亞係 Syria， 係外邦人嘅地方啊，係以色列人嘅仇敵嚟噶。你話你唔信主，冇人信主啊？神要 Syria 嘅人嚟信耶穌。那裏人把一切嘅害病，就係害各樣嘅疾病，不能夠醫嘅疾病，各樣嘅疼痛，同埋被鬼附嘅病、癲癇嘅病 （epilepsy） 啊，叫做嚇，又或者 seizure，OK，直情啊打冷震嘅，同埋咧癱瘓啊唔喐得嘅，都帶到耶穌那裏。有啲人抬住佢嚟到，聽聞啊嘛，咩病都醫到啊，梗係揾佢啦。耶穌就治好了他們。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，就係北邊咯，話圈住佢啦。23節加利利，28節加利利，18節加利利，15節加利利，12節加利利。哇！呢度係佢大本營嚟嘅，係佢開始傳道嘅地方啊！係神要佢咁樣做噶，佢成功啊！因為佢進行天父嘅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成功嗎？你聽到佢要你做啲咩嘢，你就做。親愛弟兄姊妹，務要堅固，唔好搖動啊！常常竭力多作主工，因為知道你喺主裏邊嘅勞苦啊，唔會徒然嘅，有好好嘅收成。有許多人從加利利、底哥波利就係10個城市嘅地方，耶路撒冷、猶大、約旦河外嗰啲人嚟跟着佢。親愛天父，我多謝你，你打開我嘅眼睛，俾我能看見、能明白、能得着醫治。我就將呢啲說話嘅賜俾使徒教會嘅聖徒。垂聽你僕人嘅禱告，我奉我救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們。